大家好，喺一站 live 上一次就請咗幾個苦主分享佢哋點樣受到前加拿大國會議員候選人李峭君 Mimi Lee 嘅投資騙案所影響，而其中一個呢，就係一個香港移民叫阿 K， 本來就以為自己係遇到一個既穩陣亦都可信嘅理財顧問，但係1年之後就發現自己踏入咗一個層層偽裝、文件、身份、故事都可能係造假嘅局。今集我哋就會重整整件事嘅脈絡，亦都會補充最新嘅查證結果㗎。開始之前呢，首先要澄清2個背景資料。第一就係李峭君喺香港嘅時期的確係做過記者㗎，而之後亦都喺加拿大渥太華嗰度做過游說工作，只係冇公開相片嘅啫。好啦，跟住呢，我哋就講返重點，有關苦主 K 嘅事件最新嘅發展啦。K 同埋 Mimi 本身嘅關係就唔算深，但係都屬於平日有聯絡、有基本信任嘅朋友兼客戶嘅關係嘅。而疫情期間 Mimi 就向 K 推介咗一份第2按揭投資，呢一個概念聽落去就好直接，就係將錢借俾有需要短期周轉嘅借款人啦，就以高利息換取穩定嘅回報。Mimi 當時咧係提供咗一個條件，亦都係相當之吸引，包括係5萬嘅本金、8厘利息、1年期、每月分息，而借款人就係一個長者，短期嘅周轉，所以風險就唔算高嘅。咁加上亦都有文件嘅支持，所以 K 就決定先落一筆啦。嗱，頭幾個月 K 係有收到部分嘅利息噶，但係去到第10個月開始就開始遲，開始拖啦。而每一次去問 Mimi 都會俾出唔同嘅理由，包括係銀行戶口被鎖啦，借款人遲付款啦，而佢自己都話好內疚咁講噶。而阿 K 雖然都覺得有唔對路，但係錢都已經俾咗，又信咗咁多年，就只能等啦。但係就喺拖延嘅期間 Mimi 就再向 K 推介另外一份2按嘅項目，而今次就更加係提供咗一份排版工整、細節齊全嘅 Second Mortgage Commitment Letter， 係有埋律師樓嘅名、律師簽名、金額、利息、條款，仲列明咗 Markham 一個物業嘅地址，文件睇落去係極之專業噶。不過呢，正正就係因為呢一份文件睇落去好真，後嚟就係成為咗成件事最關鍵嘅疑點啦。K 自己去查證之後就發現文件裏面嘅物業地址就係被盜用噶，律師個名亦都係疑似未授權，亦都揾唔到律師本人噶。咁所謂嘅抵押品根本就唔存在噶。換句話嚟講，呢一項投資根本係無依無靠，錢好可能就進入咗一個無法追蹤嘅戶口啦。K 後嚟就直接去質問 Mimi， 對方就竟然承認部分嘅金額攞咗嚟交自己嘅按揭，而另外嗰一 part 咧就係交咗落一個加密幣戶口。更加戲劇性嘅就係我今日收到一個電話，我哋一齊聽一聽以下嘅對話。Hello anyone， 你好。你好啊 Fiona。嗱，今朝咧我就收到一個朋友轉介你嘅 contact 俾我啦。咁可唔可以講下點解你要揾我？我要揾你嘅原因係因為琴日有朋友同我講話，咦，呢個係咪你屋企嘅地址啊？咁樣嘅 show 俾我睇。咁我乜嘢啊？咩我屋企地址啊？跟住佢掉俾我睇，就係應該係明報嘅嗰個報道。係啦。佢就話：咦，係我地址喎，點解會上報紙嘅？咁樣，我朋友就 send 埋你前晚直播嗰條 link 俾我，咁我就喺度聽啦。我有啲疑惑啦，開始跟住再諗埋望清楚啲報道，我就覺得，咦，我好似俾人用咗我嘅地址嚟做咗啲不法嘅嘢喎。我都應該要上嚟講一講咯，因為我覺得我都算係其中一個被涉案嘅人啦。講緊係中間咧有一個 case 咧，就係受害人 K， 佢咧就係喺一個叫做 Second Mortgage Investment 嘅 program 裏邊，咁啊 Mimi 咧就係用一個假律師嘅信俾呢一個受害人，跟住就有個地址，然之後就叫佢簽，咁佢簽咗之後咧，後尾先至去做 land search， 跟住就發覺呢一個地址咧完全係唔知邊個地址嚟嘅，咁所以你就係原來係呢一個地址嘅屋主啦。我見到我自己嘅地址上報，我都打咗個突，仲要同疑似騙案有關，我就更加驚啦。你知唔知 Mimi 係會用到任何嘅乜嘢方法可以用到你個地址咧？佢係嚟過你屋企食飯，定係車過你翻屋企，定係點樣咧？
唔係，因為2019-2020年嘅時候咧，咁因為一啲經濟活動啦，咁所以就去佢嗰度攞我要買嘅嘢，咁所以就識咗佢。咁跟住有時都會閒聊幾句嘅，咁跟住話我想揾請個 part time 啊，你有冇興趣？咁於是乎我唔記得20定21年啦，就去佢Buttonville 嗰個 office 嗰度去幫佢做 part time 咁樣樣咯，所以就識佢咯，即係會應該識得耐啲咁樣樣，所以可能佢會因為咁，因為佢當佢請我啊嘛，咁咪變咗其實都會有我啲資料咯。如果係2019、2020年嗰陣時間嘅活動，咁會唔會係同啲抗爭啊、社運有關㗎？多倫多即係佢哋比較關心香港嘅人，咁會去買咯。嗯，咁你知唔知嗰啲收益係去邊度㗎？又冇喎。嗯，即係佢純粹呢個賣。我又冇。係啊，純粹賣咯。嗯，咁但係當時佢賣嘢嘅時候，係得佢一個去處理買賣嘅交收，還是係有其他人㗎？而去攞衫嘅時候咧，就其實得佢一個人嘅啫，喺佢個 office。咁但係我知佢哋應該係有一個小組織，即係可能6至7個人定8個人咁上下。我嗰陣好似都仲聽到下佢哋話，即係唔知同另外一都係做類似活動嘅人，就 kind of 有啲 argument 或者係有啲互相批評，即係話咪咪呢佢哋嗰邊條數係好亂咯，我覺得。即係唔知佢哋好似啲錢唔知去咗邊咁樣。咁但係詳情我唔記得啦。你中間係點樣去更深入認識佢，令到你係會同佢打工嘅咧？其實又冇話點樣深入認識嘅，係有時真係傾閒偈咁樣傾下，或者因為我有隻狗，咁佢會話我想嚟放下你隻狗啊，即係因為佢話佢自己中意狗。我咁你咪過嚟帶我同你同隻狗出去行下咁咯。有時 WhatsApp，有時電話，其實都唔係成日聯絡嘅。係啦，咁又即係傾偈話我係啦，因為傾偈話我有隻狗嘅。咁有時佢都嚟過我屋企門口咁樣咁嗰度，因為要過嚟我呢度先可以同我一齊放狗噶嘛。即係加拿大嘅香港人同香港嘅香港人可能會有呢度有少少嘅分別啦。如果香港嘅香港人咧，好少會有呢個情況，就係我好想放你隻狗，跟住就認識做朋友就去放狗嘅。咁我想問下，即係俾翻而家，譬如佢哋喺香港嘅觀眾去聽咧，其實即係加拿大做朋友或者即係認識大家喺呢個 community 裏邊，係咪會有一個比較 trusting 嘅嘅態度嘅咧？即係你唔識佢噶嘛，原本咁我想放你隻狗，熟咯，或者咁講啦。即係咪都呢個 tendency 都會多噶？我諗加拿大都會係嘅，即係譬如我屋企附近都有一班係放狗嘅人啦，有時會約埋，即係有個 group 跟住約埋幾點放狗，即係會可能嘗試，即係大家有個 same interest 嘅時候，咁你咪可能會容易啲同嗰啲人去有個話題去溝通傾偈咁樣。佢俾你嘅感覺係點樣噶？其實初頭還可以嘅，即係未去做嘢之前都還 OK 嘅，咁所以先至就係話咁不如咁如果請 part time 嘅是但啦，冇所謂啦。但係去到佢嗰度做嘢嘅時候，其實都覺得佢自己嘅行政都幾混。你中間就即係2-3個月同佢做嘢，跟住你就離開啦，因為你個朋友需要一份工，你俾咗佢。但係你之後咧，你打後有冇同佢繼續聯絡噶？佢有時會搵我嘅，都有時仲會閒聊幾句咁嘅。咁但係跟住後來就慢慢我開始覺得呢個人有啲奇怪咯，我覺得咁所以我自己我係會覺得個朋友有啲make me not feel comfortable 嘅時候，我就會慢慢遠離佢咯。有冇一啲好實質啲嘅例子，係佢有啲咩位係令你唔係好 comfortable？最令我 feel uncomfortable，即係我係覺得佢成日都話自己冇錢，
咁但係咧，你又見到佢你又話冇錢，即係佢 Facebook 佢會 post 佢自己去咗邊做咗啲乜嘢。你話冇錢嘅，點解你可以去英國？你又可以去呢度，又可以去嗰度？你又話你冇錢，咁我就覺得有啲有些咪覺得被欺騙感情。即係雖然佢冇問過我借錢，咁但係我覺得咁你唔好成日同我講冇錢啦，又話間屋又好要供啊，又咁又咁啊。咁，但係你又可以周圍去，即係我就會覺得，咁你慳啲使啦，你仲周圍去咁嗰啲，又話冇錢咁咯。咁慢慢就同埋有時，即係佢 Facebook 都要 post 佢出去做嗰啲叫咩議員啊 candidate。係啦，咁你去完呢個黨又去嗰個黨，即係我會覺得你好似好冇自己嘅立場咯喺呢一方面。係咁我就覺得有啲拗頭啦，咁就慢慢我又冇揾佢，咁佢又慢慢都冇乜點揾我啦。都嗱，你而家知道咗，真係你個地址原來都好 public 啦吓，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啦，歡迎大家送生過嚟。係，但係你有冇擔心過？佢有冇攞過個地址去做其他嘢啊？或者你將來嘅安全，你有冇擔心過？嗱，安全嚟講咧，我就冇乜點擔心過嘅。So far我自己住嗰度嘅 community，我覺得個 security 係 OK 嘅。咁但係我而家咁就會咁樣諗啦。你諗下，我2020年咁上下識佢，我同佢做嘢，佢有我啲資料，到而家講緊幾年啦。咁我望下個報道封信，2024年，我心諗死啦！佢哋攞咗我呢個地址，做過幾多次咁樣類似咁樣樣嘅騙案啊，咁樣樣咯。嗱，而家next step 咧，咁我哋就即係我就將你介紹咗俾呢一個受害人 K 啦，咁你哋就會去報案啦，即係希望你哋即係跟住落去會有一個立案到啦。喺安省，如果你要售賣又或者係介紹離岸投資產品嘅話，就一定要持牌㗎。一般係需要喺安省金融服務監管局 FSRA 註冊，成為 mortgage broker 又或者係 mortgage agent，並且係掛單喺一間持牌嘅 brokerage，先至可以有合法嘅操作。所以基於呢一個前設咧，我就係上咗 FSRA 公開牌照系統嗰度，以佢嘅英文名組合加埋城市 Toronto，逐項去查喺 mortgage broker 同埋 mortgage agent and broker 兩個類別都揾過，但係結果全部都係顯示 no result。當然喺理論上，我哋就唔可以排除佢有兩個名啦，又或者係其他省份持牌，但係以現時已知嘅名同埋安省嘅系統查詢，暫時我哋就見唔到喺 Toronto 佢係持有任何按揭相關嘅牌照㗎。而翻查資料之後咧，發現咗有一樣嘢都幾諷刺嘅，就係 Mimi 曾經寫過一篇長文，主題就係金融詐騙如何蠶食加拿大民主、削弱制度信任，甚至成為外國勢力入侵嘅切入點。而呢一篇文章咧，就係引用大量嘅政策語言、跨境執法漏洞，以一個好高嘅道德批判角度去到拆解金融騙局嘅本質。換句話嚟講咧，佢係清清楚楚知道金融詐騙係點樣運作，知道制度灰色地帶係點樣保護不法者，甚至乎知道點樣利用漏洞去到令受害人投訴無門。亦因為咁樣啦，呢一類嘅專業形象往往就係成為咗行騙最強嘅偽裝啦。如果佢嘅名下有物業，又係咪可以透過出售物業去到還款呢？嗱，根據安省土地註冊處公開嘅記錄，佢嘅住宅業主登記就係 Mimi Chu Kwan Lee， 而呢一個資料就係屬於公開記錄，任何人都可以查閱㗎。公開資料亦都係顯示呢一個物業曾經多次登記按揭，亦都係出現政府留置權。而呢一啲記錄嘅意思就係呢一個物業就喺唔同嘅時間曾經向銀行又或者係借貸機構借貸，再以同一個物業做抵押，而每一次新增嘅 mortgage 都係排咗喺上一個月之後㗎。咁至於政府留置權 government lien， 通常就係代表某一啲政府部門，例如係稅局 CRA， 因為欠稅又或者係其他法定欠款，而喺物業上面登記咗一個法律權益。當政府要登記留置權嘅時候，即使業主之後想賣樓又或者係 refinance 都好啦，都一定要優先處
處理咗政府所要求嘅金額嘅。換言之，呢一類嘅留置權呢，就會影響到受害人未來向法院追討欠款時候，可唔可以成功喺呢一個物業上面還翻啲錢。而按揭嘅制度上面其實有幾個重點㗎。第一就係按揭係優先還嘅，而按揭登記就係會順序排列。而政府部門例如係 CRA 咁樣啦，有陣時係會享有特別嘅清還優先權嘅，亦即係話受害人好可能未必能夠透過佢嘅物業攞得翻啲錢啦。到最後講翻佢嘅近況啦，加東版明報訪問就喺12月22號刊登，而一站 live 就喺12月7號出街。你可能會以為會唔會喺呢一排佢會減少曝光呢？但係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喺12月7號多倫多市中心舉行咗一個大埔火災悼念活動。根據一個年輕人嘅分享咧，佢就話原來 Mimi 當時係聲稱自己係星島 A1 電台嘅記者，向現場嘅青年人要求訪問，但係我就向呢一個電台新聞部主管馮海欣查證嘅時候，對方就係回覆佢當日係冇派過任何記者到場嘅。咁點解 Mimi 會喺嗰度聲稱自己係 A1 嘅記者呢？就不得而知啦。今次呢一件事裏面，我仲有更多嘅資料係要調查當中。如果你同你身邊嘅人都有類似嘅經歷嘅話，就可以聯絡我啦。多謝收聽一站嘅 podcast。如果你都中意我嘅資訊嘅話，就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係 Fiona，下次再見。